国内专门咧做医学美容的爱妮丽、爱尔丽集团呢，这全台湾有几落间的婚姻，想袂到邦桥婚姻所逼出讲甲人偷翕的情形，人家指控讲有去甲人问，讲这验方讲迄粒就是烟雾侦测器，不过经过警方的检测，确认是监控摄影机，搁装伫咧诊疗间内面。目前检方也已经伫咧调查，也约谈一个姓谢的设备厂商，检方也指挥刑大到台北市的分店检测，要保全证据。先见广告诊所详细检查设备，国内出名的安妮丽医美集团所属的邦桥婚姻发生偷翕的风波，有查某人指控怀疑诊疗室的壁顶设备有藏小镜头，虽然验方捌保证是烟雾侦测器，不过人客报警，警方检测发现是监控摄影机，是不是当日录影，当时无法度确认。我们是还没有接到那个民众的澄清，不过我们之前已经配合检警到诊所进行查查。因为整间的话就是涉及比较属于私密的领域的话，是不是能够这样做，就必须要真的要完全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意愿。新北卫生局配合检警，除了去案发的邦桥婚姻搜查，嘛扩大侦办专案，陆续去永和新庄南口婚姻调查。新北检阁已经驱提姓谢的设备商，也有约谈真侪人到案。询问了后，拢请回。专案是以妨害秘密，也有妨害性运输这个罪嫌侦办。那新北市、台北市完有动作。依据医疗法及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针对该连锁品牌位于北市的诊所展开无预警的联合稽查。为警方、卫生单位到消保官相关单位找个动员，无预警联合稽查。那行政调查、刑事侦办同步进行，检警嘛出手指挥刑代去各间分店检测保全证据。安妮丽集团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嘛回应说明诊所内监视设备的设置，目的是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加器材安全，无侵害消费者个人的隐私。对于造成各少人困扰，已经派专人以专来方案处理。台北市现在有订定一个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偷拍摄影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新北是不是应该要跟进？我们会来参考来研议。依照卫福部函示新北卫生局说明，虽然医疗机关会当伫诊疗室这私人空间装设监视设备，不过牵涉到隐私保护，爱明确说明，事先爱得到同意。专案已经引起民代关心，督促新北法治局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授权公权力进入非公家单位的私人空间稽查。记者采访报道。